台湾目前有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甲高雄4座的国际机场，但随着台湾复航将要伫年底推出台南到日本的商本，甲着冲绳2条的国际航线，互台南机场再度列为国际机场。但议员林冠伟认为，台南的航空站空间甲着设备上过老旧，无符合6都的机场规模，因此建议市府应该向中央来争取经费，全面来换修。我们台湾人非常期待啦，因为不管是我们的如果航班到位的话，我们的整个硬体设施把它提升的话，我们整个观光啊、整个交通啊、整个运输、整个带来我们台南的观光会非常非常的棒啊！对此，市长黄伟天嘛认为，机场是城市的门面，重新整建是市民共同的想法。不过，台南机场是属于军用的机场，有宵禁的限制。市府会甲中央搁再沟通。国际航班的调度，尤其不要讲欧美线了，光讲东南亚线、亚洲线，他们讲都3、4个小时，有时候真的碰到天候不允许，就会晚到。所以说这个部分也造成很大的困扰。机场的先天条件、载客率，还有你刚刚讲的机场的硬体的设施，都需要改善。另外，因为非洲低温，和农业部宣布全台禁台禁温猪肉15天。造成中下游的肉品市场瘫痪，甲着餐饮业者生意大受影响。对此，希望市府爱建议店家的损失，甲着相关的补助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